有冇諗過你辛苦儲落嘅物業、股票、現金，將來會點？如果有一日你唔喺度，下一代仲細，甚至未出世，點確保佢哋嘅將來生活呢？點確保你嘅心意可以跨越時間呢？信託唔只係法律文件，而係你嘅意志、智慧同埋你對後代嘅愛，用法律延續落去嘅方式。根據受託人條例，你甚至可以為未出世嘅後代設立信託。透過信託條文明確指示條件，例如當你嘅孫女18歲嘅時候，可以用作置業基金或者教育資助等等。好多人以為寫好遺囑就一勞永逸，但係相對於遺囑，設立信託有以下嘅好處。第一，遺囑係會公開，而信託係無需要公開入邊嘅資料嘅，可以保障家族私隱。第二，信託可以避免前配偶、債主或者官司牽連，遺產係會得到保障。第三，為下一代設立提款條件，以達到教育下一代嘅目的。第四，信託架構比較靈活，唔單止可以照顧下一代嘅人，仲可以照顧多代嘅人嘅需要，令你嘅智慧世代傳承。彭先生65歲，擁有3個物業、股票同埋現金儲備。佢有一個仔，24歲，啱啱結婚，未有小朋友，但係彭先生早已經計劃以下安排。佢設立信託，指定咗子女可以30歲後每年提取生活津貼嘅上限。若果孫仔孫女出生，可以用基金作為教育開支。若果彭氏家族有人患重病或者殘疾，信託可以作為醫療用途。若果家族後人表現良好，例如完成學位、創業計劃嘅話，可以額外得到獎勵。彭先生嘅家庭信託實踐咗佢幾個重大智慧：設立每月上限，防止揮霍；保障有需要嘅親人終身照顧殘疾家人；設立教育基金，保障後代教育；以及獎勵基金，鼓勵後代進步。信託嘅最高價值唔係錢，而係你對家人嘅理解、期待，同埋就算離開咗，依然可以參與佢嘅人生。你嘅財產可以係一堆冰冷嘅數字，亦都可以係一棵庇護幾代人嘅大樹。流言傳承，了解點樣用信託，將你嘅愛寫入未來。Subscribe 我哋，了解信託更多未知嘅一面。記得 like and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啊！